我哋今日做嘅動作係俯臥式腿部屈曲。Let's go！ 呢個動作係針對膕繩肌嘅訓練，幫助管理同埋預防退化性膝關節炎。首先趴喺脊上邊，雙腳伸直，保持上身穩定，慢慢屈曲膝頭哥，將腳掌向天。稍作停留後，慢慢返回起始動作，重複動作10次。完成，每邊重複動作3組。Good job！ 大家做得好好啊！我哋仲有其他片，記得 follow 埋我哋，咁你就可以得到最新嘅資訊。下次見，拜拜。